度係2月14情人節發生爆炸事故嘅現場，一架雙層巴士突然發生爆炸。我哋鑑證認為係有預謀嘅犯案，兇手就係其中一個乘客。我想知幾時有糧出。我係收投訴，佢哋成日都係有人投訴，但我哋從來都唔知有邊個投訴。路太爛，或者未必太習慣，捱一捱為時未晚，趁魔界尚未發爛。命運太爛，什麼亦不太順眼，隨他們如何害我，陪着你命變夠硬。贏了氣勢，又怕輸去什麼東西。呢個社會唔係話好開放、好自由嘅咩？虛撚危你根本就。係又屌，唔係又屌，出嚟打工係要襟得屌㗎啦！佢好開明，唔似好多人咧講就 liberal，做就羅靚彤。